来一个爽歪歪，爆炒八爪爆头，大爆头。哎，哇，这虾过瘾吧？人是手会抬。哎呀，来老周，你别看我这个办法，我跟你说，你按照我这种方法来做菜，很通用的，你知道吧？多放点醋，特别是烧鱼啊，做这个菜老美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加上家里的自来水，我这没那条件，也就只能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说你做其他的放盐干什么的，那是随你。但是做这个海鲜之类的，不用放盐，信我的。关键就是你双击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啊？每回你都不给，双击给我一个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小龙虾，9两到1斤左右，不知道是公是母。是个母的。哎呦，一挤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个壳就好剥了。你要是不挤它，我都怕它崩我。哎呀，你看它这边有这个火，看到吧？你看，对不对？待会拿回家炖汤。我拿回家炖。这个给孩子吃特别好，特别是孕妇啊、产妇的。又到吃海螺的时候喽，多放点辣椒。海螺，哎我天，还有个八爪呢，再把海螺放进去，这八爪不倒霉了吗？不给炸死了吗？你看，你看这八爪让海螺给扎的，扎懵了都不用拍懵，直接让海螺扎懵。老干妈，没有。你说炒个菜跟练武功似的，累死。我加点水。这辣椒真呛。做海螺多放点辣椒。舒服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一挑出来那种，哇，就是小酒。你要是能给我来个双击就更美了，不知道给不给？哎呀，这么黑，你是烧完锅炉过来的吗？啊？还是烧煤？你还是烧煤窑的？啊？黑不溜秋那种，好像跟非洲过来的一样。有大米，哦呦，好硬，掐不动它，好硬的大米。这个就是，看到吧？吃大米有点噎人，趁你不吃，吃完还得喝汤。你知道没有？我教你做石斑鱼，葱姜蒜，这样炝锅，炝锅之后先放水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放有1碗1碗半的水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加老抽。你看加老抽这是为什么？为了上一个颜色而已，然后再加醋。你看我都放了多少醋啊？放很多的醋。就是不放盐跟味精，酱油都可以免去，鱼连洗都不用清洗它，直接下锅，知道吧？这石斑鱼就直接这么下锅，15到20分钟，千滚豆腐万滚鱼，可以放点豆腐更香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盖上锅盖，只管等15分钟，给我双击，来一小锅爆炒它。其实爆炒很好吃的，你知道吧？有很多人不吃辣。你多多少少你吃点辣椒很舒服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大家伙，过瘾啊！哎，很
很爽。来来，老臭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从来我不放盐味，因为它有盐味，不用放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老抽上下颜色很舒服，再来一点，红红的，你还有食欲，吃别太多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好是能给我来个双击，最好是来，要是。